是我救赎主，何等丰富，神意无边恩赐。他是我的喜乐、公义和自由，无边的爱，无限圣光平安。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我生命与他紧紧相连，何稀奇，这恩典都归我，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约翰福音第2天的共读。那我们要请素兰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早安。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领受你的恩典，透过每日读经共读，让我们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虽然有时我们会软弱，遇到难处时，上帝的话语会鼓励我们，加油，你做得到的。更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让我们可以因着相信耶稣有得救的记号，生命有新的开始。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谦卑顺服主的带领，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合乎主的旨意，可以为主做见证，与人分享福音，来荣耀主的名。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那我们从约翰福音可以来对照另外3卷的福音书，马可、路加、马太。那从时间的排序来看，马可福音是最早完成，大约在主后60年。因为保罗在第一次传道旅行是主后49年，那在一段时间之后，那也是在保罗从罗马获释以前，所以马可福音应该是在这段时间来完成。那但是因为马可他不适合冲锋陷阵，像第一次宣教的时候，马可他就从居比路回去，所以但是他却适合文字的工作。那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医师路加，那他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在62年，因为主后62年是保罗从罗马获得释放。那保罗获得释放的之前，路加写了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给提阿非罗，就是神所爱的人。那马太福音的写作是在主后66年左右。因为主后67年是彼得和保罗殉道的时候，那在马太福音呢特别回避了就是彼得砍了这个马勒古他的耳朵这件事情，那有可能是写在彼得殉道之前，所以预测是在主后的66年。那这当中约翰福音是在主后80年到主后95年这段时间来完成哦。那这当中有主后70年的圣殿被毁，所以马可、路加、马太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约翰福音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使徒行传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甚至在新约的这个书信当中也都没有提到这一件事情，反倒是在这个旧约当中先知有预言提到这件事情。那这4卷福音书呢，前面3卷马太、马可、路加呢，被称为符类福音，或是对观福音，或是共观福音，就是他们可以参照来看，因为他们好像都会有同一个来源，圣经的来源是 Q， 叫做 Q 的圣经来源。那约翰福音呢，则是很明显跟前面3卷很不一样，
因为它是补充马太、马可、路加许多没有记载的事迹，而且约翰福音的地点呢多着重在耶路撒冷的地方。那从这4卷福音书的特点来看，马可福音是最先完成的福音书，篇幅最短，也反映的比较多是彼得的这个耶稣门徒的观点。那他比较多记载耶稣所做的事情，比耶稣所讲的道还多，那比较属于行动派。路加福音文笔最生动优美，对于祷告还有这些小人物，包括妇女、穷人、税吏、外邦人的琢磨甚多。马太福音呢是最常引用旧约，那也强调耶稣是君王的正统，为其他福音书大概是其他福音书的2-3倍引用旧约，也证明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对于耶稣的言论记载最详细，也最有系统，包括耶稣的各样的比喻。而约翰福音是文笔简朴，但意境深邃，论到圣子跟圣父的关系，以及与神合一的内在属灵奥秘。那同时也打击当时的诺斯底的异端。那把这4卷福音书对照启示录的4个活物狮、牛、人、鹰呢，马可福音像是牛，路加是人，马太是狮，约翰是鹰。耶稣在马可福音像是仆人，如同牛一般的做工。耶稣在路加福音像是一个完美的人。那他讲到耶稣的诞生，还有从这个耶稣诞生前的这些的事迹记载最详细。马太福音呢强调耶稣是君王，所以他引用旧约，那把弥赛亚的形象就套在耶稣的身上。约翰福音呢强调耶稣像是鹰从天而降，道成肉身来到人的当中，像是神的儿子一样。好，那这是这4卷福音书所做的对照。那马丁路德曾经说，只要约翰福音和罗马书还存在，基督教就不会消灭，而且可以发扬光大。约翰福音也说明耶稣是谁，我们如何信耶稣得救，之后如何领受圣灵，活出与神合一的生活。那这的确是3卷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但约翰福音把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这卷书之外也能够讲得很清楚，带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罗马书说明因信称义的真谛，以及如何靠着十字架和圣灵来胜过肉体的辖制，活出得胜的生活。罗马书和约翰福音都是先讲到我们灵魂的得救，就是相信，然后再讲到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生活上的得胜，这样的属灵的历程。那世界宣道会调查显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圣经经节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马丁路德说，这一节经文就是福音的要旨，整个福音最重要的要旨。那在第1世纪末，诺斯底异端也侵袭着教会，在使徒行传的时代，给教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他们不相信至高的神会成为肉身，像人一样的样式，也不相信基督能够拥有具体的人性。神怎么可能变得跟人一样呢？同时又有永恒的神性。而约翰福音为了对付异端，就写了使徒约翰就是门徒约翰，为了对付异端，写了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就是约翰1、2、3书，强调耶稣具有完整的人性和神性。所以这也反映出约翰的蒙召，他在修补渔网，但是后来他的使命是修补教会的破口，防止异端的渗透。好，那我们昨天读了第1章的1到18节。那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复习，帮助我们加深印象。1、2节讲到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3到5节讲到万物是借着道而造，生命在道的里面，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讲到这个道呢，已经超越了宇宙，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6到8节讲到施洗约翰是光的见证。9到11节讲到这个光是真的光，到世上是属于他，但是
光来到世上，但是属于这个道的人呢，却不接受他，就不接受这个神的儿子。12、13节讲到，但是接受光、信光之名的人，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而14到15讲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世人的当中，充满了恩典和真理。门徒约翰、施洗约翰都是道的见证人。16到17节讲到，这些见证人领受了道的恩典，而道的丰盛、恩典和真理都由耶稣基督而出来。那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将神来表明出来。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的是第19节到28节，讲到关于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同样的经文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第3章、马可福音第1章、路加福音第3章，可以来做对照。那么再次请素兰执事带我们来读第19到28节。好，我们一起来共读圣经。19节，以下是约翰的见证。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派遣祭司和利未人去见约翰，问他说：“你是谁？”约翰没有拒绝回答，却坦白承认说：“我并不是基督。”他们问：“那么你是谁？是以利亚吗？”约翰回答：“我不是。”他们又问：“是哪位先知吗？是那位先知吗？”他再答：“不是。”他们接着说：“请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好让我们回复派遣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什么人？”约翰以先知以利亚的话回答说：“我就是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为主修直他要走的道路。”法利赛人所派来的那些人质问约翰：“既然你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么你为什么施洗？”约翰回答：“我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当中，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他在我以后来，我就是替他脱鞋子也不配。”这些事发生在约旦河对岸的伯大尼，就是约翰为人施洗的地方。以上。谢谢。那在马太、马可、路加，那都有记载关于施洗约翰的信息。那特别在路加福音记载了把施洗约翰他所传讲以赛亚的话，那也记载出来。那甚至在这些的共观福音、符类福音当中有看到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引起非常大的轰动。那不仅是这一些外邦人来悔改受洗，那甚至连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来受洗，甚至还有这些的士兵这些的士官也来受洗。所以施洗约翰呢，他比耶稣的名声还要高。在耶稣出来传道以前，耶稣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但是施洗约翰呢，却是全城皆知哦。那他在约旦河外的地方受洗。那19节呢是这一段呢提到说，这是有关于约翰的见证。那这个见证这个字呢，代表的是一种法庭上的用语，就是在法庭上作证。那好像施洗约翰他被人家指控，或是被公会所质疑。那所以公会呢，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呢，就派了祭司、利未人去见约翰，说你是谁？为什么帮人受洗？那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提到这件事情。那约翰福音也再次来提到这件事情。那这些犹太人呢，是公会的领袖，包括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还有利未人呢，是负责在圣殿会幕当中有关的特殊任务。他们有时候也会来教导负责教导的责任。还有包括撒都该人，也是属于利未人当中。但是呢，当施洗约翰虽然他的名声知名度很高，但是约翰却拒绝他没有拒绝回答，直接坦白承认说我不是基督
因为施洗约翰知道他们怀疑这个这么受欢迎的人是不是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受膏者，就是希腊文说的基督。但是施洗约翰开宗明义的否认，那他也坦诚也承认。所以约翰呢，甚至承认说他不过是一个次要的角色。所以这些公会的人士、犹太的领袖、耶路撒冷的这些的高端分子就来问：那你是谁？你是以利亚？那约翰说：我不是。那你是先知？他也回答不是啊。那以利亚关于这个犹太人当中呢，他们认为以利亚呢，因为在马拉基书第3章有提到，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神会差遣以利亚，是让这个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啊。好，那同时呢，在列王记下也看到以利亚呢，他是搭着火车和火马被接到天上去，所以犹太人相信以利亚会用超自然的方式，他离开了地上到天上，也会用超自然的方式从天上再回到世间，所以他们甚至期待这个基督，这个 Christo 这个弥赛亚就是会从天而降临，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弥赛亚居然会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当中连一个这个像样的家都没有，不是诞生在皇宫所以施洗约翰否认他是犹太人心目中的以利亚。但是呢，耶稣呢曾经在马太福音11章、17章都有强说，施洗约翰就是就是所预言的那一位以利亚。好，那就是把马拉基的这个预言的实现了。好，因为施洗约翰他来的工作呢，就是要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主的路所以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了。好，他要让这些路呢变得不是高高低低、弯弯曲曲，而是要修直主的路，预备这个弥赛亚的来临。好，这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所以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好，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而施洗约翰他所传福音的信息，就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因为这些毒蛇的孽种、毒蛇的种类呢，他们不能逃避神将要来的愤怒。所以这是以赛亚就是这个施洗约翰他的信息。好，那所以他们也问说你是那先知。好，那我们读了申命记，我们知道申命记18章，摩西也曾经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说，神要将来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所以他们一直牢记了这句话，在摩西五经当中。所以说是那个像摩西的先知吗？那以利亚说也不是。所以犹太人对于这个那先知呢，认为那先知就是弥赛亚，不然就是耶利米，不然就是先知当中的某一位。但是施洗约翰的回答说他都不是。好，那所以22节这些公会派来的人士就问施洗约翰说，那请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好让我们能够回复派遣我们来的人。好，你自己说你是什么人。那施洗约翰呢就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我就是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为主修直他要走的道路。所以施洗约翰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说他就是声音这个声音呢就是前导，好像就是哄嗓在说来呀来呀，好来买卫生纸，好来修理纱窗，好这样的听见的声音。在以赛亚书4章30节呢，就有表达，施洗约翰就是弥赛亚的先锋。那在古代的昆兰社团，那这个昆兰社团呢，就是死海古卷的抄写者，是在这第1世纪甚至在主前的几百年就已经生活在死海的地区那这一群人呢，施洗约翰也曾经过得像这个昆兰社团一样生活，爱色尼人，穿着这个骆驼的皮毛，然后吃野蜜，然后住在旷野当中。那他们呢也把这个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呢说，他们就是在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填满大小一切的山洼，然后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好让凡有血肉的都看见神的救恩。所以这些的信仰团体，他们都知道他们是要为主预备道路，好像是在做这个撒种的工作。但是撒种以前呢，要先翻土。那这个翻土呢，就是要让土壤变松，
让硬土呢变为松土，让松土呢才能够吸收到养分，才能吸收水分，这个种子才能够发芽。施洗约翰在当代造成了震撼，很多人都来到约旦河外，从这个不管是加利利也好，或是耶路撒冷也好，来到约旦河外，然后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表达他的悔改，因为他们听到了天国近了要悔改。但这些宗教阶级呢，他们明明就是享受在这个耶路撒冷信仰宗教的资源，最高的这个金字塔的尖端，可是呢，他们却感觉受到施洗约翰的威胁，所以派人几次来问施洗约翰，你到底是谁？你是来跟我们同行的，还是来抢我们生意的，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施洗约翰承认他不过是一个声音，为了衬托真正的弥赛亚。至于施洗约翰他施洗的地点呢，说在约旦河外，那有几个看法。好，那这个施洗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最后一节我们会再来提到这个地点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图呢，大概可以看见施洗约翰呢，他的施洗的地区比较靠近是在加利利湖，在北边，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跟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大尼呢，应该是不一样的地方那在当时艾瑟尼派就是犹太教的隐修主义，他们就在死海边的昆兰。那死海呢是在南边昆兰的地方，也是后来发现死海古卷所以比那时候找到的以赛亚书直接提早了1000年那他们在看见1000年前后的以赛亚书的抄本呢，居然99.9%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发现犹太人抄写圣经的功力呢是非常的值得钦佩和佩服。那施洗约翰呢，他也住在旷野，所以他有被认为有艾瑟尼派的背景。好，那我们接着继续看24节。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所派的这些人，这些使者，质问约翰说：既然你说你不是基督，不是这个救世主，不是弥赛亚受膏者，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一位摩西所说的先知，那么你为什么在这里施洗呢？那施洗约翰被这些法利赛人所质问。法利赛人这个意思是指分离者，好，那就是要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他们要跟世上过不是属世的生活。那法利赛人的人数呢，大约有6000人，他们散布在整个巴勒斯坦，所以一直从南边的耶路撒冷、犹大到北边的加利利，那他们都是犹太人地区会堂里面的教师，是人们心目中的宗教楷模。而且他们自命是律法的拥护者、护卫者，监管人们是否正确的遵循律法，好像在看大家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写离休笔记，有没有说谎话，有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那他们传统上对律法的解释和规条呢，就是具有权威。那同时呢，甚至他们法利赛人在某个方面来看，也代表着圣经他们好像看到圣经，因为他们圣经读得很熟。那他们呢问施洗约翰，你为什么施洗？施洗这个意思就是你为什么去做洁净、做洗礼？那当时的外邦人想要信犹太教，外邦人他们想要来信奉上帝，信奉这个创世纪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们就是要来接受犹太教。进入犹太教的方式呢，就是要洗礼跟接受割礼所以这种是一种象征的意义。但是呢，约翰这个法利赛人质疑约翰的洗礼，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基督、以利亚或先知才有资格给予这个洗礼新的意义甚至以前也没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叫做悔改的洗礼，至少我们从旧约一路看到新约，的确没有人用这种在河边洗礼的方式，只有这个先知以利沙叫这个将军乃曼去河里面浸在水里面医治大麻风，可是呢却没有这样子在河里面洗礼的这样的方式，甚至连耶稣都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施洗约翰回答说：我用水施洗，他也不直接回答，但是他就是很清楚知道他是声音的角色，是预备的角色。他说：但是会有一位站在你们当中，是你们所不认识。那他们知名度没有像施洗约翰这么高，但是他在施洗约翰以后会来，
连施洗约翰替他脱鞋子也不配。脱鞋子这个动作呢，就是在因为鞋子是当时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那和本翻成解鞋带。那这个鞋子呢，连仆人都不用去做，就是连奴隶都不用去为主人脱鞋子。所以用这句话来形容说，施洗约翰在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面前呢，比奴隶还不如就是最卑微、最卑贱的那位奴仆那洗礼这个事情是外邦人进入犹太教的仪式，但是约翰呢，却呼召犹太人接受洗礼。这个动作呢，有点意味，就是说犹太人自己比外邦人还不如。那事实上那我们看福音书里面要呈现也是这样。光来到世上，世上却不接受光，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上帝的子民当中，却被上帝的子民要驱逐、驱赶出去。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比喻当中，也是这些园地这些的去跟主人租的葡萄园来耕种却把主人的儿子杀在这个葡萄园那所以这些施洗约翰的动作呢，反正很讽刺的，就是这些上帝的子民却不认识神的儿子，那所以要他们悔改，他们不要成为毒蛇的种类，他们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不要想说自己说心里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施洗约翰说神都能够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因为这个亚伯拉罕他99岁才准备当父亲施洗约翰说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这个信仰的后裔如果没有紧紧抓住耶稣基督，都要丢像这个树枝被砍下丢在火堆里被火烧。那这整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约旦河对岸的伯大尼。刚才有提到这个伯大尼呢，在耶路撒冷旁边也有伯大尼，就是耶稣最后要进入耶路撒冷前住在玛利亚马大的家中的这个伯大尼。但是这个是在加利利旁的伯大尼是施洗约翰为人洗礼的地方。那在和本的翻译呢，还有说古卷呢有叫做伯大巴拉那这个地点呢是第3世纪以后的古卷加上去的地方，但是也没有明确的地方，或是呢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但是另外一个地方是约旦河东边的地方叫做伯大尼。那这个照片可以看到，这就是今天去圣地大家会去施洗约翰施洗处的地方，它是比较属于在北边的地方。那在那里呢会有一面经文墙，经文墙上呢有用不同的语言写上了同一节的经节，就是马可福音1章9到11节。里面是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那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喜欢去到这个地方，并且在这个地方来接受洗礼。虽然约旦河面并不是很宽但是很多人都想要像耶稣一样来到这边受洗。那更期待就是在受洗的时候呢能够看到天开了，有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然后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无论如何受洗是一个与神的关系的建立，但是也是一个公开的仪式那表明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不论是洒水里、浸水里、点水里各样洗礼的方式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显明表示说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需要救主的救赎，我们需要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罪、胜过死亡的这样的功劳，让我们能够在世上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不是只有灵得胜，还有灵得救，魂还要得胜，我们的生活生命要得胜今天的经文很短那从19节到34节呢都是讲到关于施洗约翰的见证，那19到23讲到施洗约翰的身份那从犹太人
来派人来质问约翰的身份。约翰呢，否认他自己不是基督，也否认自己是以利亚和申命记所提到那位先知。施洗约翰表明自己的身份呢，只不过是那声音，是要来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哦。那施洗约翰为什么受洗？那因为他说他受洗的原因呢，他为人洗的原因呢，是因为将来会有一位更大、更尊贵的即将要来临，他替他解鞋带也不配。今天的金句呢，我选1章23节，约翰引先知以赛亚的话说：“我就是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为主修直他要走的道路。”这是以赛亚书40章的第3节。那今天的感受呢，让我觉得施洗约翰因为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虽然他是耶稣的表哥亲戚比耶稣大6个月，但是他心知自己替耶稣脱鞋子都不配。只有当人真正认识神的无限，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身为人的有限所以施洗约翰并没有被这些名声地位这么多的跟随者，这么多的门徒连这个门徒约翰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被冲昏头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可一世他知道自己有限甚至后面他还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他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是因为施洗约翰他真正的认识神。那今天是开学上班的第1日，那祝大家工作顺利，交通顺畅。但我们也需要像施洗约翰一样认识耶稣的我是，然后也需要来深刻反省自己的我不是。我们能够有一条清楚的界限，那要亮丽要不要自不量力，而要量力而为。那有界限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作也好，在学习也好，都不会去逾越，去超过那条界限。最后今日必祷告求主赐下平安的福音鞋，让我们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为主修直他将要来走的道路。愿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这礼拜所努力的，都能够为主预备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清早的时候聚集在这里，也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老练的生命，他也愿意来谦卑自己，明白自己的身份还有角色还有使命和工作。也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所做所到所去的一切地方，也都能够带着像施洗约翰一样的智慧还有谦卑，让我们能够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主所将要走的路，使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得更远更广。愿主借着圣灵赏赐我们能力与智慧，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乃是基督在里面活。